5月9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認真、好聰明、熱愛和平嘅人，求知欲好強，好希望自己可以幫到呢一個世界同埋社會。由細個開始，你都好成熟，會識得用腦，同埋好多嘢咧，你都判斷得好準。個人低調內斂，感受力好強，所以容易有情緒。你個人嘅問題咧就係太懂事啦。而感情方面，你好清楚結婚同埋拍拖咧係兩回事嚟嘅。婚前可能有好多個伴侶，亦都接受 one night stand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好努力咁成為一個好先生或者好太太，你會互相尊重對方。但係記住啊，要真係打開心窗咁樣同對方溝通咧，先至可以長久嘅。而性嘅方面咧，其實你係好熱情嘅，但係需要咧得到對方嘅解鎖，拋開晒對大家世俗嘅顧忌之後咧，你先至可以 enjoy 性呢樣嘢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好識得管理你自己嘅時間同埋金錢啊 ，flexible 啊，好彈性嘅工作會比較啱你多啲嘅。你好熱心於一啲公益啊或者慈善嘅活動，財務好穩健，你好識得管錢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乜嘢呢？你對自己有一個不變嘅態度，你好希望有好多嘢咧都好似穩穩定定喺你 manage 嘅範圍之內。但係世事咧何來有不變呢？世事無常，世事亦都變幻。可能打破於呢一樣嘢嘅話咧，對你成個生活態度，對你成個生命都會好啲㗎。